地方放上头，镜头来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内底有2丛正大丛的种仔，啊，过之前互发现讲，这树仔徛黄，其中有1丛阁是园区内底重要的资产。农业局经过检查了后，确定讲这树仔是治着病虫害，即马当地治疗，甲树仔吊大丛。 外口日头请炎炎，这张溜树青真显目，适合恁当有铁架甲铁条的。详细看树顶刷出现白色管仔，那亲像人破病时咧吊大虫。原来这是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园内的2丛溜球青，因为受到病虫害影响，即摆当咧治疗。这嘛啥侪来遮佚佗观光游客拢停落来金相，来看这到底是啥？毋捌呢，我捌看过呢，但是呢，我是伫空主庙有看过。 伊甲包甲树仔拢包甲，结果歹势伊嘛是过身呢。较早来伫遮拢无看到这，毋知影啥那最近会有这呢。日前园区这2丛青仔树的树尾拢咧徛黄，其中1丛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是1937年由日本皇族成员亲手种的。当时拢总种8丛，到今敢若剩7丛尔。官方指出，这丛外码90吨，即马变说手球中，伊嘛提醒游客经过唔通用手去摸。伫顶头发现了，就随通知农业局，请因来遮处理。农业局是透过那像咧咱咧注点滴这种的方式。 来淡定馆甲挂药剂，来增强伊的抵抗力，希望伊会当度过这道危机。本来大细树仔有5000丛，其中有11丛互农业局列管，正做珍贵老树。不论是生态也是树种，遮拢多元丰富。官方人员讲，因定期拢有咧巡，若发现树仔有任何状况，会马上通报，守护老树的健康。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。